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下我国的数位典藏发展。我国的数位典藏发展呢，主要是有许多的国家型的数位典藏计划。第一个就是客家文化资产数位网，还有中研院的10余所所典藏的内阁大库档案，中研院近10所的近代外交经济重要档案。还有就是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清代档案，国史馆的国家档案与总统文物，国史馆的台湾文献馆，还有一些典藏的日据以及光复时期的史料，这些呢都是属于国家级的数位典藏计划。除了国史馆，也有一些学校单位有这些国家级的数位典藏计划，例如国立台湾大学的台湾文献文物典藏，这些已经执行过很多年的国家型数位典藏计划，帮我们整理了很多台湾的相关的文献文物。那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的数位典藏发展计划，最有名的就是 American Memory。它典藏了许多在美国建国100年以上的相关的文史资料，而这些资料都除了研发典藏技术之外，也把相关的资料把它扫描珍藏下来。随着资讯科技的进步，数位典藏的种类已经不再像过去是传统的，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文物的资料。我们现在所说的数位典藏可以有2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数位是典藏的途径，任何对象透过数位化的方式，加上后设资料的描述，以数位形式储存。还有第二种呢，就是数位是被典藏的文化资产，也就是原生数位文件。这个观念就比较特别，因为过去我们会认为数位典藏都是一些老文物、老文献，但是现今有许多的数位典藏，它其实原生就是数位物件，也就是典藏品本身就是数位的形式。这是由陈宇先在2021年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也很符合现在数位典藏的一个发展形式。因此，我们在进行数位典藏的时候，现在有些艺术家透过数位的方式进行的电脑绘图，也可能是我们要数位典藏的一种形式、一种对象。接下来呢，谈到4大保存策略，在现今的修复村，普遍认同有以下的数位媒体保存的方式。这些数位保存的策略被应用在一般的数位典藏计划里面，特别是现在的数位典藏跟数位策展把它结合在一起。因此，策展人他们所定义的数位典藏的策略包含以下几项。第一个是储存 （storage）， 将文物或者是物品放置在被控制的盒子之中，尽可能的保存媒材以及媒介本身，而非只是体验。在这个部分，国际美术馆经常面对着更早数位保存的图书馆，还有档案馆来学习所谓的 trustworthy digital representation， 达到数位典藏的永续管理跟存放。这些所谓的 digital repository 是数位储存库，它们的转制 migration
是第二种的储存策略。如何进行转制，也就是持续的替作品升级。例如，当作业系统从 Windows 7升级到 Windows 10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所采用的软体、硬体升级，而改变了作品的视觉或者是印象的一些行为，我们要加以调整。第三种是模拟，以尽可能的方式重现作品的体验为目标，将其作品进行重制，但可能会用到完全不同的技术跟媒介。第四种是再诠释，将作品的体验以完全不同的媒介或者是形式加以再现。这部分可能是最困难的，而且也最需要艺术家的合作以及授权，但是也最能够表现出数位典藏的活力以及它的形式。在英国泰德美术馆17媒体艺术保存策略的示意图中，就会显示这4种保存策略，而这4种的保存策略对于数位典藏的保存是有指标性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谈到数位典藏技术的应用。数位典藏技术跟数位典藏可以说是息息相关，而且随着资讯科技的进步，数位典藏技术更是不断的在更新、升级、演变。它主要是以透过网际网络的媒介为主，将文化资产作为内涵，以资讯技术作为工具所打造的数位资讯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数位平台，它典藏着数位文物。就数位典藏而言，典藏的内涵，也就是 content， 跟它的资讯技术 technology， 这两者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尤其是对重要的文物资料，我们需要有合适的资讯技术整合，才能够发挥典藏本身的价值。从过去最早在追求图像的像素，以及到目前的3D 建模、3D 扫描，我们都希望能够导入有效率、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工具、系统、标准以及流程这些相关的技术，最终希望能够达到数位典藏目标的永续性、可扩充性以及务实性。如果以数位典藏所涵盖的层面来看，举凡资料采集与数位化、内涵分析，还有后设资料的建制、资讯检索、资料探勘，以及跟使用者互动的机制、界面的设计、资料的呈现、展示，以及到后端资料保护时所需要的系统安全、资料备份，乃至于搭配的电脑网络以及平台的建构，这些资讯技术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以下的内容将从资讯技术的层面切入，描绘数位典藏的流程架构以及相关的议题，以确保大家能够对数位典藏技术还有应用有一个全面性的观点。在讨论数位典藏技术，我们希望从数位资讯生命周期的角度，来描绘出数位典藏的工作流程。有了完整
以及标准的数位典藏工作流程，我们可以确保每一份、每一件的文物，它们都能够一致性、标准化的资讯品质。而这些资讯品质，就是数位典藏的核心价值。数位资讯是数位典藏的核心元素，而数位资讯的生命周期包含着生产、典藏、传播、使用。这边谈的使用，当然就是包含着呈现以及教育这些功能。生产、典藏、传播、使用这4个阶段，是我们在进行数位典藏不可或缺的一个流程。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数位典藏单纯的看作是一种资料转换的程序，而是要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你就会发现，数位典藏的发展，除了上述所说的4个过程之外，事实上它总共有6个标准的工作流程。第一是采集。依据不同典藏品的类别，以有系统、有计划的累积、搜集文物，以及展示教育活动的过程所产生出的照片、录音带、录影带，以及现在的数位档案，还有幻灯片、文件手稿等这些媒体记录，这些都是数位化的素材。第二是后制，在收集的这些素材之后，我们运用资讯技术，将收集到的媒体资料转换成为可以处理、可以储存、可以编辑的形式，并且对每一件数位典藏的资源、文化资料加以组织分类，进行典藏品本身资料的描述跟记录，以作为典藏品本身，还有各项媒体知识的一个注解，还有说明，让使用者在查询的时候，可以很轻易的透过这些描述的栏位来进行索引的工作。接下来谈到的是典藏这个步骤。经由整体的数位典藏环境的规划，建构适合典藏的资讯系统，并且透过资讯系统的运作，达到数位资料的保存以及管理的功能，将这些资料永久的保存起来。接下来呢是应用价值。透过资讯技术，将这些数位化的素材结合专业的人员进行诠释资料的描述跟注解，配合各种需求，符合使用者所提出来的要求，加以编辑，进而组成各式各样的网络服务以及资讯商品。下一个阶段是传播，将所提供的资讯服务以及产品，透过网络以及各式的媒体平台，传达给使用者。在传递的过程当中，考量使用者的需求，以及使用者端设备的差异，适时调整它的相容性。接下来是使用以及呈现。设计不同的资讯媒体，提供不同的资讯存取方式，包含浏览、查询，以及如何让使用者能够快速取得这相关的资料。因应他所在的平台或所使用的载具，提供各式各样很方便便捷的资料存取方式。由此，我们就可以提供这6种数位典藏的工作流程。
让这6个数位典藏的工作流程完成之后，数位典藏的工作也就是完成，能够提供给使用者来进行他的无论是观赏或者要进行相关的研究以及展示，都可以很方便的取用。而在现今，如果是使用手机，也可以很轻易的来取得这些相关的资料，达到数位典藏应用的目的。